你可能正坐喺一個完美、安靜嘅房入面，但你嘅內心感覺就好似戰場咁。喺紅色嘅通知圖示同埋待辦清單之間，成為流逝緊嘅小時。現代生活創造咗一種恆常、無形嘅壓力，好似要將你淹沒咁。我哋通常會透過嘗試管理環境嚟回應呢樣嘢。我哋同自己講，如果我哋可以搞掂埋接落嚟嗰3個任務，或者清空咗個收件箱，我哋終於有權利去感受平靜。但係外部嘅問題係無限嘅，試圖透過控制一切嚟尋求平靜，就好似想用手捉住陣風咁。一旦你解決咗一個危機，下一個又會喺地平線上出現。尋找真正持久嘅寧靜，需要回顧我哋嘅日程安排，邁向人類恐慌嘅歷史時刻，遇見一個完全唔同嘅權威。2000年前喺加利利海，當地嘅地理環境造成咗出人意表嘅水氣變化。寒冷嘅山間空氣經常會突然降落喺溫暖嘅湖面上，喺毫無預警嘅情況下製造暴風雨。有一晚，狂風開始令天空變黑。呢啲波浪唔單止帶嚟唔方便，佢哋直頭係死刑。船上面嘅門徒全部都係經驗豐富嘅漁民，但係佢哋完全相信佢哋隻船馬上面就要沉啦。船員們驚慌失措，耶穌卻喺船尾休息。佢完全無受到狂風嘅干擾，亦無被淹沒甲板嘅水影響。門徒見到風暴，將佢當成生活嘅終極權威。佢哋嚇到死，因為佢哋相信自己嘅安全係取決於天氣，忘記咗控制萬物嘅嗰位就喺佢哋旁邊休息。當佢哋叫醒佢嘅時候，耶穌並無加入瘋狂不水嘅行動，佢無好似佢哋咁恐懼咁望住啲海浪。佢直接同混亂對話，發出咗一個簡單嘅命令：安靜，止住啦。喺最初嘅福音敘述入面，反應非常迅速，風停咗，浪平咗。湖泊進入咗一種深刻嘅沉寂狀態。呢樣嘢表明，你個老闆、你嘅銀行戶口以及你日益增加嘅責任，最終都係受制於同一個聲音，就係嗰個令加利利海靜止嘅聲音。今日你哋可以聽到同樣嘅聲音。耶穌令海洋靜止，唔單止係為咗向漁民證明一啲嘢，佢咁做係為咗向你展示佢喺你生活入面嘅存在，改變你所面臨任何危機嘅本質。你可以將同樣嘅寧靜帶入你自己嘅腦袋。下一次壓力開始好似漲潮咁湧埋嚟，喺最沮喪嘅時候，花10秒鐘停一停，合埋眼，喺心入面講出佢對噪音嘅命令：安靜，止住啦。耶穌喺我隻船上面，吸入佢嘅安寧，呼出你控制唔到嘅任務重量。呢個係你停低嘅時刻，停止嘗試拯救自己。最後由佢嘅權威幫你承擔重擔。如果你厭倦咗獨自同海浪搏鬥，你可以邀請統治風暴嘅嗰位嚟帶領。跟住我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我嚟到你身邊。我承認我生命入面有好多風暴，我厭倦咗驚。我意識到我無辦法拯救自己。多謝你同我一齊上船。我而家向你敞開我嘅生活。我邀請你做我嘅救主，帶領我穿過風同埋海浪。請原諒我嘅罪，平息我心中嘅焦慮，對我嘅恐懼講安靜，止住啦。因為你同我一齊，我唔會動搖，我會喺你嘅平靜入面行落去。阿門。你再都唔使獨自應付風暴啦。如果你今日做咗嗰個決定，透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上帝喺我隻船上面，我會得到安寧。同今日需要一個錨嘅人分享呢段嘢，我哋聽日見。